我是阿珍。大家好，我是清璇。大家好，我是丽蓉。江老师好。老师好。大家好。好，老师，我们这个月啊都是吃春卷嘛，吃从台湾的春卷吃到马来西亚的春卷，然后到越南的春卷。春卷，老师，但是啊，越南春卷呢有两种哦，一种是炸的，一种是生的。对。上个星期我们讲的是炸春卷的，就是跟马来西亚的木币啊，对啊都比较炸的，类似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但是我们还有生春卷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桌介绍给大家是越南的生春卷。对。好，里面有什么？告诉大家。其实生春卷里面材料还蛮丰富的。第一个就有米线，还有猪米肉，对，还有虾子，还有红萝卜、小黄瓜，哇，九层塔，这么多，香菜，对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讲里面的。老师有米线哦，用米浆做的米线，像米粉这样子。咱台湾爱讲面线、米线。米线，老师会敢会当讲米粉呢？米粉，毋过甲米粉敢有共？米线甲米粉敢有共？对，因为我们米线是越南的米线是用白米做的。就是米做一条一条白白的，好像米线。我那个我食过，就是讲迄内底是米线。米线米线跟我们台湾的面线都无共哦，哈，好，不是台湾的面线呢，台湾的面线一定要加猪脚面线，吃了要改运哦，这个是无共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啊还有另一个材料。对，材料里面有虾子，上次我们也有学过的。好，来烤丽蓉。哦，虾子啊，已经煮熟了，烫熟了。对呀，我们还有猪肉或是鸡肉。猪肉老师嘛哈，打回去没有面，这个就是一整块去烫熟，就底吧。还有。那个鸡肉吗？对，给吧，好，对。但是那小黄瓜台语怎么说呢？小黄瓜改叫做龟仔泥。龟仔泥。但老师，我有听说有一种叫气龟，跟这个龟仔一样吗？较大条的，就是大黄瓜吗？同种嘛，不同类。咱一个较细条，一个较大条。大条的叫气，有刺的刺嘛，对不对？一点点。就是大的叫气龟，然后小的叫龟仔泥。龟仔泥。哦，好，还有九层塔，老师，九层塔台语是高赞塔，那你看那个盐酥鸡吼，盐酥鸡都用那高赞塔来煮。对，香哦，高赞塔。在台湾也是比较容易看到哦。其实像我们越南人啊，就吃到那个香菜有很多种哦，像比如说薄荷啊，或者是鱼腥草啊，但是这些在台湾比较不容易看得到。好，所以老师，我们刚九层塔怎么说？高赞塔。高赞塔还有一种叶子又小小的，很香，比如我们吃羹类啊，吃煮汤，对，那个是香菜的，对，香菜的，那那种叫做芫荽。它的原文叫芫荽啦，芫荽，所以叫做芫荽啊，老师，就是香的。但是我们台湾朋友有的人也不是很爱吃啦，对，所以就是要看着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包起来，里面还有美生菜啊，或是莴苣类的。莴苣老师怎么说呢？尾仔菜。尾仔菜，尾仔菜，里面还有豆芽菜哦，老师。稻菜。然后像清泉牌的生春卷就会加红萝卜，老师。红菜头。好，那就是大家想吃什么就加什么嘛哈。好，加华语的越南就会把这个生春卷呢会沾那种酱料，就是酸酸甜甜的好，就好好吃啊。对，不管是我们的台湾朋友啊，或者是我们的不同国家各国的朋友都很喜欢，尤其夏天的时候吃的很清爽，对，非常有爱啊。对，那像我们这一种啊，在越南以前是小
小点心的小点心类的点心类，或是说家人团聚的时候，就大家一起来包来吃。但是因为现在时代改变了，食量也变减少然后大家也是这个把点心也是把它变成是正餐，对，所以像现在的话就是正餐或者点心都可以对，而且随时都可以吃，就可以讲国民小吃嘛，对不对？国民小吃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春卷，生春卷敢有台语的能讲吗？老师？无呢，咱迄个春卷的迄个润饼俩，润饼糕，安尼无迄个什么生春卷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做复习。我记得的是豆芽菜。豆菜，豆菜，我记得跟豆芽菜也接近的豆瓜，豆干吗？豆干应该是在包那个马来西亚的，还有小黄瓜，我记得，鬼啊泥，大黄瓜呢？大黄瓜，刺龟，那加一个好刺龟，好，接下来我们会包九层塔在里面。高赞塔，还有芫荽，就是香香的香菜。芫荽，老师对哈，老师。对，还有一个莴苣，尾芽菜。接下来我们还会加肉，还有加虾。对，虾的就我来讲一下虾啊。对。好，猪肉叫。猪吧，鸡肉呢？给吧。看起来真的今天都没有很认真对不对？我们要过关，那大家都过关了，那我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都过关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呢这些春卷不管是哪一种春卷，我们都必须要用卷的。来，我们上星期有学过卷的这个动作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更，一个叫更，然后要更起来，更起来，就是卷。好，那我们这周台语到这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